點解歐冠 AI 預測9中1？原因得一個，大部分 AI 仲睇緊球隊數據，而忽略咗最強大嘅資金意志。黑哥全面復盤後，決定重構 AI 框架，將維度直接提升到同博彩公司一致。我哋唔係沽波，係拆解權力同金錢嘅遊戲。大家必須明白一個事實：現代職業足球同博彩集團之間存在住極深嘅戰略合作，由贊助協議到股權滲透，博彩公司對球隊嘅影響力遠超你想象。當莊家同球隊處於同一利益鏈條嘅時候，所謂嘅爆冷同神劇本，不過係資本運作嘅結果。黑哥講得直白啲，呢種深度合作本質上就係操控球隊踢假波。黑哥 AI 預測嘅方向同市場主流資金基本一致。我哋捕捉到嘅場次水位由開盤到封盤，基本上都係穩定下行掉水。水位跌代表掌握內幕嘅大資金正在瘋狂湧入。歐冠呢類大型比賽資金極度集中，莊家絕對唔容許意外。當大資金全部指向正路，莊家為咗唔好賠死，就會啟動劇本，操控球員演戲，改寫結果。要想看到黑哥大賽2.0預測模型，關注黑哥，加入黑哥的公開群。5月6日，歐冠半決賽次回合，帶你接軌莊家思維，看穿資金劇本。